你問廣告費應該落幾多？錯，你應該問我想賺幾多。上個月咧有個老闆問我，你建議我落3000、5000定1萬蚊廣告費好？我冇即刻答佢，反問佢，咁你想每一個月做幾多錢嘅生意先？回本係幾多？賺錢又賺幾多？好多人咧第一句就問啦，預算咧應該點落？但最應該嘅問嘅係，我想賺幾多？要幾多單先達到目標？例如你固定成本係3萬，想做10萬蚊嘅營業額，產品咧就400蚊一件，咁呢個月咧就要賣250單，一日咧就要賣8單。如果咧平均每1000蚊廣告費就會有6單嘅成交，咁你要達標咧，廣告預算咧就至少4萬。咁唔好諗住咧靠嗰2000蚊試下水溫咧就可以爆生意。成本嘅結構咧本身咧已經話俾你知，細嘅預算咧係換唔到大嘅結果。你蝕錢唔係因為廣告跑得差，係你條數咧根本就未計得清楚。唔係廣告貴，而係你個諗法太平。唔係問廣告落幾多，而係要問我要賺幾多。今日係咁先，我哋下條片見 ，peace。